又係香港製造嘅時間啦嚇！今日咧想帶大家去睇一個你周街都見到嘅係洗衣鋪嚟嘅，不過咧呢個洗衣鋪嘅規模同一般家爺仔乸做嗰啲就唔同喎嚇。咁咧我哋今日咧就訪問陽光洗衣便利店嘅老闆黃達強先生。不過我唔咁生我啦，我叫佢做 Ringo 啦。好嘛？好。Ringo 其實咧我就知道，我睇過啲資料咧，其實你都係大概係93年早創業嘅。係嚇。咁當時咧點解會嗱？我知道你其實你係打開間酒店工㗎，收入都唔錯，有2-3萬一個月，話嗰度嚟講算唔錯㗎啦嚇。係。點解咁大膽有出嚟試下搞洗衣店咧？其實當時咧就93年就話個香港經濟其實真係幾好嘅，一路向上嘅。咁樣但係咧自己本身咧細個都有一個願望，就話30歲就創業。其實嗰陣時嘅即係男性30歲創業，個腦筋啊、體能啊、各樣經驗都係最好嘅。即係翻轉頭都得。係啦，咁樣我就本身咧就覺得攞20萬出嚟試下個洗衣行業得唔得咁樣？咁樣就唔得嘅，翻轉頭做翻酒店都得。咁樣就計劃就好清楚嘅。係，但係頭2年咧辛唔辛苦咧？哦，真係好辛苦啊！真係頭第1年咧，其實我係由朝頭早嘅每日看鋪，由8點鐘到夜晚10點。哇，咪辛苦過我做節目。咁我哋本身就啲舊同事有陣時嚟探我，都覺得哇，你都擺好多心機落去。其實我就自己睇咧，我哋洗衣行業咧唔係短線嘅，係一個長期有必須嘅服務性行業。咁我就睇自己個目標咧係10年。當初我做呢盤生意嗰陣時都係要同我太太商量咗，先係咧我去出去闖。我太太後邊咧就收入穩定啲。咁再遲啲咧就可能2年後啦，我太太都要出嚟。咁樣我哋自己計劃係10年咧，自己開一間有工場嘅，咁有衛星嘅店鋪，可以幫助翻工場，咁樣成個生意咧就穩定落嚟。嗱，見你黑實咧都知道你辛苦噶啦，一係就去布吉曬下太陽嘅啫，一唔係咧就係辛苦曬出嚟嘅。講不過嗱，講下笑啫，即係跟住咧，我知道你2年之後咧就開始哇更加大膽進一步啦，開分店噶啦喎，係咪啊？係，咁樣就揣摩到啦，即係啱啱1年齡咁揣摩到洗衣業係應該點樣做。咁開始着手咧就搞第2間。咁到第3間咧喺1995年咧已經開始開一啲咧就話前邊係收衫嘅，後邊有生產工具嘅洗衣店。咁樣仲可以咧做翻先前我自己已經開咗出嚟嘅收發站。即係開始咧略見規模啦。喺管理上面咧唔係即係頭先話家爺仔乸嗰隻啦，係真係一種係有集團式嘅管理啦，開始係嘛？開始見啦，即係因為開始擺心思落去啦，要寫 menu 啊，各樣慢慢形成啦，就開頭要而家做到嗰樣嘅規模出嚟。咁就一路咁樣做啦，咁一路就每年就開一間分店，每年就開一間分店，個目標就1年開一間。1年開一間，係即係10年差唔多開咗10間嘅喎。係啊，已經開係啦，冇錯，開咗9間。咁你都幾按部就班喎？呢間係第幾間啊？呢間？而家呢一間係第20。即係最近開㗎啦。係啦。喂嗱，講開咧，我又覺得咧，我知道咧，你其實咧去到2002年嘅時候咧，出現一個轉捩點啊。即係2000年之前嗰啲咧，都係你自己自資開嘅。到2002年之後咧，跟住就諗特許經營啦。點解突然間會殺出咗一個咁嘅 idea啫？你咧？其實真係一個商業咧，就要不斷咁向前睇。咁因為就其實喺1997年之後咧，成個香港嘅經濟咧都有少少跌咗落去，咁樣就，咁我自己本身咧個生意咧就靠管理咧，都其實都係有上升嘅。咁開始咧就有一啲朋友就敲我哋道門啦，主動敲門。係啦，喂，你哋有冇興趣幫我哋開洗衣鋪啊？咁但係就發覺咧，如果我哋咁教佢開洗衣店咧，都係有一個問題，就係話佢哋可能最後都用佢哋嘅思維去做佢自己嘅方式。咁後期咧就參考咗歐美國家，其實咧外國開連鎖洗衣咧，動輒咧可以開到成2000幾間，係好犀利嘅，好驚人嘅數字。咁佢哋係靠一個管理嘅模式，去每一樣嘢咧就有好清楚嘅指引。咁樣就所以我哋都了解咗好清楚之後咧，2002年開始咧就話將我哋自己公司每一個步驟咧都寫低落嚟，然後清楚咁開始行一個。不過我覺得你係啱㗎，阿 Ringo，因為咧起碼你經歷咗10年，
知道好清楚點樣去經營洗衣店。而且你一開咗成9到10間㗎啦，當時係嘛？所以呢方面嘅管理經驗係好豐富㗎啦。然後將呢一套管理經驗系統化咗佢，冇錯，就去教嗰啲特許經營嘅人士嚇。咁咧，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步驟係好好。但係2000年到2003年到今日為止，個分店去到幾多間咧？到今日為止咧就第21間。哇！咁咪增加咗1倍，年幾時間啫噃？有啊，咁啊好好彩啊，因為香港嘅租金咧，確實就真係回落咗幾多，即係講緊2003年上半年咁嘛。咁我哋喺一啲好好嘅位置嗰度咧，都攞到一啲合理嘅租金。咁樣以前咧，如果講緊嗰啲位置咧，係多50%你都租唔到。咁樣就我哋覺得洗衣係一個長遠嘅生意嚟嘅，咁樣就早啲去開咧。就食到嗰個浪，好似今年現在今時今刻，你嘅租金已經係比上一個月已經爭咗15%，整個自由行啲鋪位又加咗30-40% 啦。冇錯，自由行又確實真係又令到我哋嘅洗衣業咧係有幫助。唔係啊，自由行又關你哋事？關。唔係買金飾啊，買化妝品咁咩？都有，因為嗱，其實頭先嗰個位置咧就係一個佐敦道嗰個遊客區嚟。係咁啊，佢其實有附近嘅有好多賓館喺度。咁啊，啲賓館咧就話佢自由行可能落嚟玩5日、玩10日。咁我哋洗衣店咧入邊嘅設備咧，甚至乎有埋個洗衣乾衣設備。佢2小時。洗埋、摺埋、乾埋，可以交翻俾佢，咁樣就方便咗佢。咁講緊嗰個收費係30蚊度。咁樣就自由行其實都有幫助。但係我想問一樣嘢，即係洗衣店咧就成行成市，亦都唔係今日你開㗎。好多年前已經有人搞㗎啦。即係個競爭幾大嘅。你點樣去面對咁大市場嘅競爭咧？好似集團式嘅經營，我亦都聽過。即係點解你哋又可以生存到？你哋又可以做到越嚟越做大咁樣咧？其實管理係好緊要咯。再加埋咧就話我哋自己將嗰個風險咧同加盟咧，大家可以將個風險咧降低。咁樣就集中咗大家去開店，開咗咁多個店咧，嗰個 bargain power 咧就大啦。同嗰個供應商產品嗰度來源嗰度就可以講價啦。甚至乎賣廣告啊。同傳媒嘅關係啊，你賣多啲廣告啊，咁啊，即係要可以咧，就用有限嘅資源做多咗我哋嘅宣傳。明白。咁樣個競爭力咧，真係大咗。但係有冇啲地方係好特別嘅，係同出邊一般嘅洗衣店係唔同嘅，即係所謂服務嘅質素或者係點樣提升嘅服務，咁有咩唔同咧？都有㗎。自己本身咧，我哋啱啱今年咧就。其實自己個公司嘅目標咧就攞多啲認證，管理認證。咁咧就今年開始咧就我哋公司就喺個基礎上邊開始先，就全部員工咧就去聽個五常法。咁五常法咧對我哋本身個公司嘅行業咧好有幫助，因為五常法咧佢話最簡單嘅，即係話你經常要做呢樣嘢，每日都要做，提醒你做。咁咧洗衣業咧就嗰啲員工咧就話佢係比較簡單嘅工種，咁啊用五常法去管理咧，確實帶嚟一個方便。咁樣尤其是咧喺個機器嗰個損耗嗰度咧，五常法咧就喺個監管咧教你點樣去做咧，每日去睇下啲機器啊，清潔佢啊，維修佢。但係一樣嘢就會好咗。嗱，你講個係管理嘅角度啦，即係點樣管得好啲咧，就五常法啦。但係我仲從一個消費者角度。我唔理你點管啦，總之我得到要最好嘅 service。咁我頭先我見到有一張圖咧，就係你要成隊車隊嘅喎。係咪睇完送翻過嚟先？一定有，係嘛？其實我知道你居住嘅環境咧，其實就好需要一啲咧上門收髮、收衫服務，因為住得偏遠地區咧，其實真正咧，佢要落去洗衫係好唔方便。咁樣就每一個嘅偏遠嘅地方嘅，其實最需要就乾洗服務添。咁我哋咧就話車隊咧，香港九龍新界，差唔多任何時間11點之前，晚上11點之前，我哋都會去做到。咁樣係方便咗啲客人咯。咁啊係嘅，因為老實講嗱，我成日洗西裝嘅。
我附近真係冇洗衣店嘅，絕對好清楚。咁變咗我成日要車去揾一間洗衣店講低，我洗完之後過2日又要去攞翻，對我嚟講其實幾麻煩。下次你可以揾我，係嘛？得㗎啦，我識做啦。自從訪問你之後啊，我話再問多個問題啦。而家個個都講北上，你有冇考慮呢樣嘢咧？其實咧就開始都有一啲聲音接觸我哋，透過互聯網啊，咁佢哋都接觸我哋，話想落嚟大家研究下睇下點樣。因為喺國內咧，外國嘅品牌咧已經係登陸咧國內咧好犀利嘅，就係喺2年之間咧可以一下子開成50-60間。咁佢哋嘅目標咧可能喺上海、北京啊、青島啲大城市，可能係開咧200間、300間。咁佢嘅規模咧係由一啲洗衣機器嘅供應商，再同國內合作開洗衣連鎖。咁而家我哋本身香港即係我哋陽光洗衣便利店咧，都開始咧就話上邊有啲展銷會，咁我哋都開始咧就話上去展覽，介紹翻俾國內嘅朋友聽，有啲咁嘅公司啦咁樣。開始即係開始諗下呢個市場如何啦，係。好啦，咁呢個講翻香港，你最熟練嘅地方啦嚇。咁香港仲有冇市場空間咧？有嘅我覺得就係管理做得好啲。市民係需要一啲佢個價錢係合理，但係管理或者佢使出嚟嘅質素係好嘅。現在就市民嘅眼光係好清晰嘅，知道你呢間公司交出嚟嘅質素係點。咁樣就話個空間咧，其實係仲喺度嘅。只係我哋不斷去追求，我哋要求自己嗰啲伙計，我哋公司都要求自己嗰啲機器嘅供應，我哋自己嘅洗衣嘅方法係不斷咁去追求一啲更佳嘅方法去洗咧，咁啊會有一個好嘅效果。不過咧，即係喺成個訪問當中有一樣嘢好驚喜嘅就係，我呢個環節咧就係叫香港製造咧，就係話即係就係香港名牌，我就諗唔到啦，連洗衣店都有名牌。你頭先都話啦，自由行都專登落嚟揾你洗啊，真係有啲人係落嚟專登買金飾買化妝品啫嘛，連洗衫都要揾翻個名牌睇，真係好有嘅。唔係確實我都估唔到嘅。咁另外即係自由行咧就會佢哋睇得到咧，佢其實落嚟咧去睇完之後咧，將呢啲概念咧都擺翻去自己國家用到，咁樣就可能就又有一個機會商機啦，都另外一樣嘢。好啦，咁今日好開心啊，同 Wing 哥傾過洗衣嘅概念，原來都耳目一新啊，將我腦袋都洗過一次啦好啦，咁我哋跟住嚟緊咧就係 Cheryl 咧同我哋講下窩輪嘅市況啊。